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业牧师。3月16日，我们与智慧的距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伯记27章到33章。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彼得前书1章6到7节。因此，你们要喜乐，虽然现在因种种的试炼，或许必须暂时受苦，这种经历无非要证明你们的确有坚定的信心，甚至那能毁坏的金子也得经过火炼。你们的信心比金金贵重多了，更必须受考验，好使你们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得到称赞、光荣和尊贵。犹太人他们被称为是很有智慧的民族，他们的拉比，也就是他们的一般说的老师。约瑟纳说，制造陶器的人对损害的陶器不用指头去敲打试验，可是造出好陶器的时，就要用指头去敲打试一试。所以上帝不会考验坏人，而只考验好人。另外一个拉比范哈尼纳说，卖麻布的人，如果那麻布料是好的，他就会继续敲打，因为麻布是越打越好，越增加光辉。如果那麻布是坏的，他就不去打它，因为漫不经心地一敲，可能会打破。神是只让正人君子接受考验的。拉比埃雷亚沙说，如果一个人有2头牛，一头是强壮的，另一头是软弱的，那么他会让那一头牛去耕同呢？当然会让强壮的那一头去耕田。因此上帝会让正人君子去担负重任。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有听到这3个拉比，他是犹太人的老师。我们看到那个渐层是，那么我们如果以神的儿女，我们要来同样造句的话，我们会怎么说呢？我们的神是会挑选人来试验，来考验，挑选怎样的神的儿女呢？这就是智慧。今天的 RPG 经文其实讲得非常的清楚，神若是爱他的儿女们，他会让我们透过考验，而我们是可以多得智慧。那约伯呢？约伯他会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吗？我们今天的经文来到了27到33章一路上这个他从他受到很大的灾害以后，他真的是一个考验的开始，是吗？他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而约伯记被称为智慧书。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3卷被称为智慧书，有箴言我们都知道的还有诗篇当然也有人说是那个传道书也有是说约伯记。那约伯记呢，它的智慧是说怎么样定义这个智慧呢？我想简单来说，约伯记的智慧在于强调信仰和忍耐的重要性。他提醒我们在面对困难时要保持信仰，并相信上帝的慈爱和正义，也提醒了我们要耐心坚定的意志，继续坚持信仰，直到最后我们获胜。今天呢，我们持续来看，在这一路上，今天
特别我们会读到的，我想大家有读到28章。28章它是一个智慧诗歌，这首诗歌出现在约伯和3个朋友循环辩论之后，作为承接约伯和3个朋友辩论的结语。它一方面呢，显示出3个朋友智慧确实有限，尽管3个朋友是以智慧者、长者、学者来自居，却无法来彻透义人受苦的缘由，在心态上对义人遭受苦难的事实也罔顾不闻。人即使用尽各样的方法要得着智慧，不仅用钱买不到，甚至比在地底挖掘、海中寻宝还困难呢。所以我们单就28章，我们就知道它这个结构是从第1节到12节，人用各种的方法寻找智慧，却寻找不着。13到22节，智慧的价值非凡且珍贵难觅。23到28是一个关键，智慧的根源在于敬畏神，远离恶。最后约伯知道自己不能从这些朋友得着人生的智慧，还是要回到智慧的源头，神自己。因此他说，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在28章23跟28节。同时在另外一方面，约伯也为自己是义人却无辜受苦的事实铺陈自己的心历路程。接着约伯他回忆自己昔日跟神如同密友般的关系，那是一段家庭和乐富足的日子。他的善行和好名誉受众人爱戴和敬仰，他也能给人公义的裁判跟实际的关怀。然而今天他连下流人看见他都向他吐口水苦待他，以他为笑柄。约伯的身心灵确实遭受很大的打击，于是他很真实，在30章的地方说，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又用大能追逼我，把我踢在风中，使我驾风而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虽然不明白为什么神对他有这么大的改变，但约伯心里仍然相信神是公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在苦难中，我们真的很难去说任何话，但我们却能够从神的话语来得着力量。神的哪些话呢？当然不是记载在约伯记里面3个朋友说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圣经里的话，我们不要只有单几句话，单可能1章，我们就来论定这就是上帝的话。不是，到最后我们就可以知道，神指出他3个朋友是错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小心。我们要知道智慧是源头是来自于神。当我们人生中有许多要决定的时候，我们需要上帝的智慧。在圣经中，智慧一词，我不知道您对智慧的定义是什么。如果是我们细细来查阅圣经，我们就知道智慧在圣经中的描述，它是指一种很深度高超的智慧、知识和洞察力。当然它源自于上帝，是透过与上帝建立亲密关系和听从他的教导而得的。
总之讲来，简单来讲，圣经中的智慧就是来自上帝，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上帝，认识我们所处上帝所创造之世界。而我们可以从神对我们的指导，我们的教导，他的慈神爱所，带领我们，指引我们在生活中做出明智有智慧的决策。还有我们要追寻神的公义跟合神心意的决定。我们最近是不是正在做重大决定呢？好不好？我们来默想约伯，他知道自己不能从他的朋友得着人生智慧，还是要回到智慧的源头神自己。我们呢？我们愿意回到智慧的源头寻求神，要怎么开始呢？是我们就是从读每天固定的读神的话语。可以邀请大家加入我们迦南之声，我们的读经的计划。我们更是重要是跟神有亲密关系，透过祷告，我们定义寻求神。神其实定义爱我们，他的慈爱公义永远长存，也就是说他决定爱我们到底，他要扶持，要带领我们哦。我们一起来祷告。过去现在到未来永远长存，你的慈爱也永远长存的主，谢谢你再次今天透过约伯记，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敬畏你，我们跟你有密切的关系，主，我们就有了你的智慧，走我们前面的道路，可以容身一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我们有智慧的一天，明天见。